继续来看，嘉南市文化局为4年前开始来推动大嘉南历史场景再现的整合的计划，而且来拍纪录片，伫咧昨举办着首映会，希望让大家当看到400年前嘉南的重要地位。 透过空中镜头，会使看到美丽的嘉南港，唔那欣赏美景，过使带你熟悉这段过去。当初称基隆的地方，其实就是现在的和平岛的这个区域。 由文化部支持的大嘉南历史场景再现计划，甲嘉南市政府合作，伫和平岛顶地区持续展开考古的乌群，嘛找到1626年后西班牙人占领当时嘉南期间所起的圣萨瓦多的古物甲遗骸，经过陆续发现史前原住民一路到日本时代住民的生活痕迹，还原嘉南甲台湾的完整面貌。 透过这一段的一个考古发掘，以及整个历史的一个重新的再认识，我想可以让大家重新认识基隆，也重新了解基隆在整个台湾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地位。 整个过程嘛拍做纪录片，暂时嘛伫台北光点华山举办首映会，包括嘉南市长林佑昌、华视总经理郑凤嘉等的重要嘉宾，拢有莅临欣赏。所来完整版的影片，嘛伫嘉南文化局 YouTube 平台播送，希望国民众看了后，会使更加了解台湾的历史。